日本今次真係急到跳掣啦，高市早苗火急火燎咁走去印度搬救兵，呢住話要同莫迪聯手喺半導體供應鏈上徹底去中國化。近期影片資訊量極大，建議大家先點讚防走失，做穩符號。我哋馬上進入深度拆解。就喺高市早苗上飛機之前，佢可係大張旗鼓咁對住傳媒放話，話要帶住150幾間日本企業殺去印度新德里建漢。佢哋唔單止要喺經濟論壇上高談闊論，仲定下咗一個聽落驚天動地嘅宏偉目標，話要喺2030年前，從印度直接挖走500名頂尖嘅係高科技人才去東京發展。呢個排場聽落係咪特別嚇人？簡直就好似要平地起高樓，直接喺國際半導體產業鏈上另起爐灶，想徹底撇得我哋。係大家仔細諗下，呢件事靠譜咩？可能有人會問，印度真係有咁大個頭戴咁大頂帽咩？現實情況，我係狠狠咁打咗呢班日本政客一巴。喺我哋呢度，你要發展經濟氣科學園區，快政府先將土地平整好，水電網絡全部同你拉通，周邊配套安排得明明白白，韓數直接拎包入住就得。但係喺印度根本就冇呢種特區或者漢區配套嘅概念。日本企業想過嚟起漢，唔好意思，土地你自己去傾去買，水管你自己去掘，電線你自己去駁，就連門口條馬路都要你自己揞荷包鋪。呢啲都未算，更要命嘅係嗰度嘅基礎設施差到令人髮指，一年可以隨時隨地停電90幾次。大家要知道，半導體呢種極其精密嘅嬌貴產業，生產線係連1秒鐘都唔可以停滯嘅。遇到呢種動不動就停擺嘅供電情況，流水線上嘅原材料直接就全部報廢。呢度邊度係去起高科技工項？呢個明明係去到結。我哋再睇睇更殘酷嘅經濟底體，中印兩國嘅雙邊貿易額高比1556億美元，而日本同印度嘅雙邊貿易額呢，就只有可憐嘅275億美元。我哋嘅規模係日本嘅足足5倍仲要多。印度嗰啲食盡紅味嘅組裝項，想真正運轉起嚟，就算組裝線放喺印度前端嗰一段長長嘅供應鏈同底層嘅核心零部件，都係要老老實實從我哋呢度進口。莫迪精明得很，佢就係個唔見兔仔唔撒鷹嘅主，心入面好清楚邊個先係真正嘅財神爺。日本呢波強行去印度拉龍套交情，看似係搞啲咩高瞻遠矚嘅戰略突圍，除低條底褲一睇，全部都係被逼到牆角後嘅病急亂投醫，純粹喺度畫餅充飢。有問題嚟啦，可能有人會問，日本呢班政客到底受咗咩刺激？點解非要咁猴急咁滿世界亂竄呢？我哋摸開洋蔥網入面睇，其實根本原因好簡單，就係被徹底卡死條頸咯。大家仔細諗下，現代尖端工業嘅命門究竟喺邊度？其實全部都係稀土稅，特別係嗰種用喺永久性磁鐵入面嘅重稀土元素，無論係高科技嘅精密醫療設備，定係頂級嘅新能源汽車，甚至係軍用嘅高清晰夜視、兒童隱形塗層，全部都要指望呢啲命根。我哋國家依家對呢啲關鍵礦物一早實施咗極其嚴格嘅出口管制，唔單止管得密不透風，仲要尋根究底死追蹤呢啲材料嘅最終去向。你要邊個敢私自轉售，直接拉入黑名單制裁，絕對冇得傾。日本依家到底有幾缺稀土呢？大家聽咗千萬唔好笑，堂堂一個以製造業自豪嘅發達國家，如今居然被逼到用上咗最下三濫嘅陰招，佢哋竟然讓自家企業嘅員工偷偷摸摸喺我哋國內到處高價收集帶有稀土磁鐵嘅廢舊馬低，將佢哋拆解偽裝之後想搞走私，企圖通過呢種偷偷摸摸萬里搬家嘅方式，將從稀土偷運返日本。結果呢，條狐狸尾一下就被我哋死死捉住咗，唔單止走私嘅人被當場住，根據法律極有可能要面臨長達7個月嘅嚴厲拘押。連呢種南面掃地嘅爛活，佢哋都做得出，你就知道佢哋嘅稀土庫存早就已經見底到咩令人髮指嘅地步。到咗呢一步，我哋再回頭睇睇岸田文雄同高市早苗呢班政客嘅真實嘴臉，佢哋為咗撈取自己嘅政治私利，一早喺之前嘅各重場合將中日關係徹底逼入咗死胡同，依家已經完全冇回旋嘅餘地啦。面對國內巨大嘅經濟壓力，佢哋根本冇辦法同老百姓交代，只能夠硬住頭皮悶，
世界去拉幫結派見人，就推銷佢哋嗰一套聯合對抗我哋嘅虛偽戲碼。但係現實偏偏唔按佢哋嘅劇本走，佢哋喺各類國際會議上死在游說，由低聲下氣跑去韓國套交情，結果全部都係死在碰壁。世界上邊有真正嘅傻佬，大家心入面都有一本再明白不過嘅經濟帳，根本冇任何一個國家願意為咗俾日本政客賺面子，去得罪我哋手裏捏住嘅稀土供應鏈大動脈。日本依家完全就係個四面楚歌嘅光棍司令，只能夠眼白白睇住自己陷入孤立無援嘅絕境，譬如上嘅無力感，好快就化作咗真金白銀嘅重拳，直接砸喺咗日本嘅金融市場上。可能有人會問，日本喺前面調門拔得咁高，點解資本市場上卻連一記重拳都挨唔住呢？大家仔細諗下，就喺最近呢排，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已經一路狂跌，逼近咗163嘅大關，直接跌穿咗40年嚟嘅歷史新低。呢個好唔係咩簡單嘅數字波動，呢個係收過日本經濟底牌被人瘋狂抽乾嘅危險信號。為咗穩住日元，日本央行之前都係急紅咗眼，甚至一啖氣集入咗高達117000億元嘅真金白銀，企圖進場護盤。可結果呢？呢筆幾乎係天量級別嘅護盤資金，喺餓狼一樣嘅國際做空資本面前，居然只係勉勉強強撐咗1個月就全線宣告潰敗，日元依然無可挽回咁往下死頂。而家嘅日本其實已經徹底跌入咗一個由佢哋自己親手挖好嘅無解死局入面。呢個死局有3個方向，打橫打直帶個死字。第一，加息痛，日本一直以嚟都係瘋狂發行公債，國內嗰啲金融機構手裏死住大量嘅日本國債，只要日本央行頂唔住壓力，選擇大幅度加息，債券價格就會瞬間崩盤，呢啲金融機構嘅賬面虧損會直接炸裂，股價當場就可以跌俾你睇，邊個都承受唔起呢個代價。第二係唔加都痛，如果唔加息，日元同美元之間嗰巨大嘅息差，就會好似個無底洞一樣，繼續吸引全世界嘅資金去做空日元，日元只會越貶越慘，直接導致進口國從原材料同能源嘅成本瘋狂飆升，將國內老百姓嘅民生通脹徹底推向失控嘅邊緣。第三就係護盤冇用，經過上次嗰一波117000億日元被瞬間吞沒嘅慘痛教訓，全世界都睇清楚日本政府手裏其實根本冇幾多子彈啦，再點樣掌硬下或干預喺國際金融市場上，都只會淪為被華爾街喺砧板上狠狠吸血嘅笑話。好笑嘅係，日本喺被金融教育機瘋狂收割嘅同時，仲一度自作聰明咁聯合自家嘅幾間龍頭企業，同步宣布從7月1號開始斷供中國嘅高階過黑膠，想攞呢個當籌碼喺產業鏈上反咬我哋一啖。結果呢，我哋呢邊連出聲都懶得出，連個敷衍嘅抗議都懶得發，因為大家仔細諗下，我哋為咗防住被卡頸，一早就提前將光刻膠在內嘅每一個環節都清點咗一遍。國產替代早就做咗唔止1年半，高階光刻膠甚至實現咗連一刻都唔需要進口嘅程度。日本自以為是嘅終極底牌掟過嚟，卻發現就喺咗一堵厚厚嘅棉花牆上，唔單止冇傷到我哋1分1毫，反而將自己最後嘅一點產業退路俾徹底堵死咗。面對如此慘烈嘅金融圍剿同產業碰壁，可能有人會問：日本就真係只能夠眼白白睇住自己往下沉咩？於是告示仲苗呢，就盯上咗棋盤上嘅另一個玩嘅，也就係號稱要承接全球製造業嘅印度。可問題係，莫迪係出咗名嘅鐵公雞同牆頭草，喺大國嘅博弈牌桌上，佢可比任何人都要精明。當初由拜登到特朗普，美國2位總統輪番上陣去拉攏印度。又係搞印太戰略，又係搞外包紅利，可結果呢？印度依然雷打不動咁搞佢嗰一套不結盟政策。俄烏衝突打得火熱嘅時候，佢照樣大搖大擺咁去買俄羅斯嘅平價石油，根本唔在乎美國人嘅面色。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連碎呢粒銅豌豆，高市早苗棚，咩覺得自己有面只能拉得喐莫迪。佢講啊，日本口口聲聲話要引進500名印度嘅，係嗌高級高科嘅人才呢個。其實都係喺度自己呃自己呃自己。大家仔細諗下，印度真正拔尖嘅嗰班 IT 同數學天才畢業後，真正嘅第一志願絕對係美國硅谷，因為嗰度唔單止待遇高，而且語言交流毫無障礙。倒比日本嘅
無非係嗰啲喺食物鏈底層做軟件外包嘅廉價社曲員。更殘酷嘅現實係依家全球 AI 大模型嘅技術更迭快到令人無法想像。隨住自動化同實時編程工具嘅爆發，最先被包爛飯碗嘅恰恰就係呢班印度嘅低端外包工程師。日本使咗大把錢當個寶錦供奉住，結果搬翻去嘅卻係一堆隨時可能被時代淘汰嘅技術炮灰。就喺日本仲喺新德里發緊不切實際嘅春秋大夢時，我哋喺棋盤上嘅反制手段一早就已經變成咗全方位嘅降維打擊。今次我哋嘅商務部直接升級咗出口管制，一啖氣將20間日本軍工企業列入咗黑名單，連帶住防衛研究所同防衛大學呢類嘅核心智庫都一齊通通拉黑。呢招妙就妙在，我哋唔再局限於傳統嘅武器產品同零部件，而係直接將手術都切向咗佢哋嘅知識生產、技術孵化同軍民融合嘅三個支撐體系。呢個等同於從技術源頭上徹底斷咗日本軍工產業復活嘅念想。日本嘅防衛大臣仲喺一旁急到扎扎跳，要求我哋俾出合理解釋，但我哋直接就俾咗佢哋一個已讀不回。唔單止夠，就喺前2日，我哋嘅05型萬噸大驅東莞艦直接首次穿越咗宮古海峽，前出西太平洋活動。你日本唔係知本土幾百公里外嘅赤島上部署翻艦導彈，想睇美軍死守第一島鏈咩？咁我哋嘅萬噸大驅就直接開到你嘅家門口，用絕對嘅鋼鐵洪流同硬實力話你知，呢件事開一熟不可忍。喺絕對嘅力量面前，日本嗰啲所謂嘅戰略小動作，脆弱到就好似一張一尺就穿嘅窗戶紙。講到底，高市早苗呢趟看似風波無限嘅印度之行，不過係一場活喺政治動畫入面嘅自開式自救。大家仔細諗下，國際政治嘅牌桌上，從來唔睇你口號易得有機響，睇嘅係冷酷無情嘅叢林法則同實打實嘅綜合國力。日本依家嘅財政結構已經徹底畸形，債務高企嘅雪崩姿勢根本無力回天。而佢除咗半導體特化原料嗰一丁點冇管之外，好似傳統支柱嘅汽車產業喺全球市場上一早就俾中國新能源打到全面潰敗，連豐田喺我哋國內嘅銷量都喺度瘋狂暴跌。日元今次跌穿40年新低，根本唔係咩短期內嘅金融波動，而係國力不可以轉衰退嘅結構性崩盤。可悲嘅係日本嘅政客們到而家仲認唔清現實，心甘情願咁去充當美軍喺亞太地緣上嘅看門狗，到頭來唔單止喺經濟同技術層面上被我哋全方位壓制，喺金融市場上更係淪為被華爾街肆意放血同無情收割嘅大肥羊。而嗰個被佢哋寄予厚望嘅印度，一旦發現日本身上再都揸唔出咩油水，轉身就會將佢忙得一乾二淨。半嚿冰搬到最後，日本只會喺自己一手造成嘅死湖同入面越走越遠，迎接佢嘅都將會更加冰冷同殘酷嘅現實懲罰。世界嘅真相往往比劇本咁魔幻。點讚關注，我哋下期繼續用最辛辣嘅視角睇透呢個名利場背後嘅殘酷底牌。下期見。